总统蔡英文去年公布强化全面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，今年开始义务役做兵是为4个月改回去做一档。民间都有人发起公投，要废除义务役的公告。不过，这做兵的时间，敢正式会使透过公投来决定的，各界是有无共款看法。中选会即阵也办听证会，要来讨论这个议题。 今年开始，义务役时间为4个月恢复做1年。民间有人提出公投案，要透过公投废除国防部延长役期的公告。中选会举办听证会，提案人认为，延长役期应该要有民意基础，袂使干那国防部的公告就施行。民主国家在这方面，当然就是应该尊重人民的意愿，而不是政府一声令下，我想要。 回到这个征兵的老路，我想要延长兵役，马上就我说了算，不给人民那个决定的机会，甚至也不给立法院表决的机会，就只是送去这样子被查一查。但是有学者指出，按照公投法规定，牵涉预算、租税、薪俸甲人事事项是袂使公投。学者认为，反对延长兵役公投案违反公投法，是袂使公投。兵役法的34条，如果国防部就是自愿役士兵之不足，都可以恢复常备兵的征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。 就是包括预算、租税、薪俸、人事的事项，不得作为公投事项。就是为了维持机关行政的这个稳定性，它是属于行政命令。因为34条这是赋予国防部法定的权利。国际战略局势，还有地区的安全情势跟中共对我们的军事威胁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所以我们国防部跟国安会在携手。 来盘点我们国军的各种战力之后，我们才提出了这一次的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的调整的方案。国防部表示，经过过点大病金马的兵力，因有按照法律恢复义务役1年的役期，才通满足国内防卫作战兵力的需求。面对国际局势改变，国防部强调，国军结构组织改变是有必要的。这摆听证会结束了后，会由中选会委员会审议，搁再公布结果。记者龚立友凯台北报道。